为了野生动物园内包括金刚巨人、海德尊甲旋转马车，这些游乐设施拢是1998年的开园到当，已经25档。因为安全考量，将全部铁道停起，所以主办单位伫游乐设施铁道进前，选定中秋节这天，邀请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做伙团圆。同时邀请同款伫1998年出道的友气徐怀钰唱出伊的经典歌曲，唤起所有人的青春回忆。1998年盖的，1998年盖的，然后怀钰也是在1998年出道的。哦，所以你知道说今天特别回来邀请他来，对不对了？哎，对对。OK， 他最喜欢他什么歌？什么歌都会是吧？所有歌都可以。来唱一首。我不要。为什么今天特别过来？要看徐怀钰啊。那喜欢他很久了吗？对啊，很久了。就是最喜欢他什么歌？爱像一场重感冒。可是今天可能有另外一首哦，希望今天可以这一首。你知道徐怀钰来参加什么活动吗？就是这个乐园好像要拆掉嘛，就跟他一样的年份出道。有一阵无到南台湾演出的友气，看到现场满满的粉丝，更是卖力演唱，带动民众的热情。经典歌曲一首接一首，最后嘛做伙留念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仔中秋连假都有数千位游客来到动物园，感受复古的气氛，嘛留下珍贵的回忆。同时，所有游乐设施预计明年农历过年之前完成重建。期待一代接一代延续美好的回忆。但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